轉念就能夠可以改命翻身。其實我哋修行人最終學邊門邊派嘅法門，都係教我哋要識得轉念。因為改變命運嘅話，係要由我哋自己去操控翻嘅。如果想改變你嘅命運嘅話，最終你一定要學識點樣去改變你嘅念頭。如果你而家經歷緊家庭困擾、感情嘅問題，或者係經濟困難嘅狀況，搞到你心力交瘁，無論你點樣掙扎、點樣埋怨、點樣努力，都好難逃離你而家呢個困境。如果你而家真係咁辛苦，冇晒辦法嘅話，不如入嚟聽下，睇下點樣可以幫你打破痛苦嘅思維啊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凌風 Windy，歡迎又嚟到我個頻道啦。今日我要介紹一位美國出名嘅心靈導師，佢叫做 Byron Katie。佢專門教人運用轉念嘅力量，喺一個痛不欲生、好痛苦嘅階段嘅情況下，只要運用轉念嘅力量，就可以幫佢哋走出佢哋嘅陰霾，同埋幫佢哋改變命運。希望你今日睇完呢條影片之後，將呢一個轉念嘅方法融入你嘅生活。我係想多啲人可以擁有佢哋快樂、幸福、精彩嘅人生。喺呢個時候，請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啊！多謝。Byron Katie 強調，你遇到每一個人生嘅難題係唔需要強迫自己去改變嘅，只係請你停一停，諗一諗自己心裏面有乜嘢嘅念頭，再問一問自己呢一個念頭究竟係咪真㗎？如果你去相信呢個念頭嘅話，你感受到痛苦。咁你唔信佢咪自由咯？痛苦嘅來源從來都唔係呢一件事嘅本質，只係你對呢一件事嘅睇法。我哋成日以為命運困住自己，其實困住自己嘅係你嘅念頭啊，因為你一直相信呢一個念頭。Byron Katie 講過，我哋人每日會接收好多龐大嘅信息，呢啲嘅信息多年喺我哋大腦裏邊相遇交織，成為我哋一個又一個嘅念頭。你所面對緊嘅世界，都係你相信每一個念頭之後呈現翻出嚟嘅實相，跟住佢就會顯現喺你嘅眼前。而每個人都以為睇到嘅係現實，其實係睇到自己所有相信嘅信念嚟嘅啫。就好似面對同一場雨咁啊！有人喺度抱怨埋怨，有人歡天喜地樂在其中。當我哋面對問題嘅時候，第一時間產生嘅念頭，咁呢一個念頭你就要問一問自己，呢個念頭係咪真嘅？如果你諗都唔諗就相信呢個念頭嘅話，好容易我哋就會俾呢個念頭傷害到噶啦。如果呢個念頭係正面嘅話，當然係冇問題啦，但係如果呢個念頭帶俾你痛苦嘅感受，咁你就會成日問：點解要係我啊？點解個天對我唔公平啊？一次又一次產生呢啲嘅念頭同埋呢啲嘅情緒，就會不斷創造我哋自己痛苦嘅人生噶啦。其實你係可以選擇噶。當你有一個唔好嘅念頭，請你停一停，問下自己。呢一個念頭係咪真㗎？你要盡快立即改變呢個念頭嘅睇法。Byron Katie 設計咗一個簡單而有效嘅方法，你唔需要去對抗，唔需要強迫自己，只要俾自己靜落嚟同自己講：我而家感受到嘅痛苦同埋困擾，唔係因為發生咗呢件事啊，而係我自己點睇呢件事咋。只要你經常察覺自己有冇呢啲負面嘅念頭，你就會越自由噶啦。Byron Katie 教咗我哋，如果日後再面對有啲乜嘢嘅困難，有乜嘢嘅問題之後，你湧現一啲唔好嘅念頭嘅話，就跟住佢以下呢兩個步驟去做，咁就可以改變你整個人嘅能量噶啦。即係話你自己主導翻自己嘅命運，可以將你嘅命運立即改變，將你嘅人生大翻身。第一個步驟就係立即要問自己4個問題。
第一個問題就係要問自己，我咁樣諗係咪真㗎？俾自己停一停，諗一諗。第二個問題再問多一次自己，我咁樣諗係咪100%真係事實嚟嘅呢？俾自己退一步再諗清楚。第三個問題就要問自己，如果我相信呢一個諗法，我有乜嘢感受呢？如果呢一個念頭帶俾你焦慮、緊張、憂慮嘅話，咁呢啲嘅情緒繼續落去，對你呢件事有冇幫助啊？到第四個問題問自己就係，如果呢一個念頭冇出現嘅話，我而家會點？多數人嘅答案都會係話冇晒煩惱，好自由，好輕鬆。當你日後有唔好嘅念頭產生嘅話，請你即刻問自己呢4條問題，等你自己可以重新選擇翻你信念嘅方向。呢一個就係轉念法嘅第一步啦。而轉念法嘅第二步就係要逆向思維。呢一個步驟可以令你從痛苦嘅念頭逆向相反嘅思維，等你立即脫離痛苦嘅情緒困擾。例如有一日你去攞返泊喺路邊嘅車，點知你見到你架車俾人攔腰撞到變晒形，對方仲不顧而去添。當然你會好驚，覺得自己好黑仔啦。但係請你立即轉念諗一諗，其實你唔係黑仔啊，你係好好彩就真。因為事發嘅當時你唔喺架車入邊啊，你逃離咗一個大劫，其實你係要開香檳慶祝啊。每次嘅轉念都會令你心情非常之放鬆，由痛苦嘅位置扭轉變成一個平靜和諧嘅狀態，從受害者嘅身份變成觀察者，從埋怨他人嘅狀態變成增值自己嘅能量。Byron Katie 講過，我哋係好難放下一啲念頭嘅，但係我哋願意面對佢，將佢轉念嘅話，咁個念頭就會自動將你放下。如果想自由嘅話，就唔可以逃避啦，要覺察面對呢一個念頭，將佢化腐朽為神奇。只要你換個角度去睇，你嘅負面情緒就會立即轉化成為力量噶啦。經常運用呢個轉念法嘅力量，就能夠可以幫你改變命運，翻轉你嘅人生噶啦。請大家將呢一個轉念法融入你生活裏面，經常幫你個大腦練習去轉念。就算日後喺混亂嘅狀況下，你都可以穩定自己嘅內心噶。以下有4種嘅練習，請你經常去做，可以幫你調整你自己內心嘅心靈力量，等你自己有足夠嘅力量，幫自己改變翻自己嘅命運。第一，每朝早起身用少少嘅時間做靜心冥想，乜嘢都唔好諗，只係專注你嘅呼吸，內心觀察住有冇一啲負面嘅念頭湧現。如果有嘅話，就要用頭先嘅轉念法去處理佢。第二就係可以將你所有嘅念頭寫晒出嚟，再細心觀察有邊啲唔好嘅念頭，就用轉念法去處理佢啦。第三，要多角度去分析難題。當遇到問題嘅時候，請用多角度去睇呢件事，代入其他人嘅身份，用唔同嘅態度去面對問題，咁就可以減低呢一件事對你嘅負面影響。第四係經常感恩。當你習慣經常感恩嘅話，咁轉念法對你嚟講就冇難度啦。只要你經常運用呢個轉念法嘅話，你就可以幫自己打破痛苦嘅思維，改變你自己嘅命運。到時你就會心想事成，日日都會擁有開心、快樂、精彩嘅人生。希望你今日鍾意呢條影片，歡迎留言俾我啊！如果我今日呢條影片令你清楚知道，當你轉念就可以幫你改變命運嘅話，請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出去啊！多謝。